好来，乡亲啊，继续来看台北市长蒋万安针对着大巨蛋有来表明伊最后的要求，讲10月31日了后，若阁漏水，将会要求每一天拢开出着10万块的罚单。有议员来指出，讲这个停车场的饼岩甲漏水也是无改善，这个手扶梯嘛是也有怪声。议员质疑，这市府甲万雄拢无重视公安，甲民众当作是白鸟鼠。这个万雄也未回应。饼倒的条啊，就是大片饼干，饼拢变形，翘起来，看起来如苍苍。另外一边的停车场，安全的消防设备唔拿新鲜，阁一直漏水。电扶梯出现怪声，状况不断，这竟然是启用不够一档的大巨蛋。台北市长蒋万安渐渐下令讲，若是31号了后，大巨蛋要你漏水，要求每一天拢爱罚10万块。对于大巨蛋如果有缺点，一定我们会要求远雄一定要尽速的去改善。那如果没有，我们就会依照契约去罚款。李淑川态度坚定，严格里最后的期限敢若剩1天。议员讲停车场漏水甲饼干的问题也是无改善，电扶梯伫无人济状况之下又原有怪声，现时帮阁出现简体字。警告民众看到电梯工程师的定制广告，顶管写讲无经验会使辅导可接受，公共安全的问题使人烦恼。大巨蛋的场域不是你远雄跟你的电梯厂商拿来训练这个维修员的场域，这简直是把市民当成实验的白老鼠啊！虽然目前定制条件已经有改过，严格议员也是积极，市府甲万雄无重视公安。结果之前万雄无给做回应，对于集团来讲，罚钱是小可代志，严格民众的安全才是上界要紧。Hello， 我是林明瑞。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